住伫屏东的市地协会理事长潘连洲有一台面路，最近收到一张对台中寄来超速罚单。不过，这罚单翕的车呢，竟然是一台乌托邦。伊打电话给警方，警方说爱家己证明讲，这台车唔是伊的。台中警方即马也出面来核实内路，承认讲是人工确诊的时阵有去定打去啊。直接寄发的红单车主是中华民国影视协会理事长潘连洲，违规事实是超速罚1,600。不过详细看，寄发的相片明明是机车，车长煞是写自用小客车。潘连洲当时人甲车拢伫屏东，违规的地点竟然是台中市沙鹿，打电话反映，警方说爱伊家己举证，才有提出申诉。我当过警察，我知道没什么问题的，他们是撤掉了。潘连洲的面入车甲相片当中的机车车牌号码完全同款，代志逼空了后，开罚单的台中市清水分局2日出来回实的，但别承认人家确认过程有疏失，主动撤销罚单，佮检讨电话回应的态度。那在此对车主提出抱歉哦。那我们在整个座位上我们会加强来督导我们的整个座位程序让避免这个事件再次的发生。所以上这毋是头一件车牌共好的事件。2022年依然有一个汽车车主都捌收到桃园寄来的机车超速罚单。台中区监理所是讲，起因就是2012年换发新式车牌了后，因为规划无够完善，地区有3.8万台汽车甲机车号码共款。2013年监察院搁捌纠正交通部，尾也封存共款的车牌无搁发。警方激发的电脑系统已经有增加车种类别会当选。因为有重号的情况，那避免以后有类似的误会、误解发生。那公路局在103年的时候，就将这些有重复号牌发生的情形做封存，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后面已经都不会有重号的情形了。你收到罚单，你一定会觉得我是不是有违规，心里会有压力嘛？对，扰民感受会不好了。民众认为目前也是有同款车牌号码的情形，莫名其妙收到罚单，搁爱家己举证，实在扰民。台中区监理所坦白讲，目前无提供查询是毋是登复车牌的管道，除非是拄到亲像即届同款的情形，才会知影讲车牌是同款号码。若是民众需要改换车牌，是爱加付300至600块费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